跟住落嚟，你將會收聽到嘅係由咖啡媽不喝咖啡以及子浩哥哥還是叔叔演播嘅最狂廢世奇聞琴聲精製，作者飲水醉人。第835章，成也敗也。嗱，比着以前嘅話呢啲火怪呢大概會表面平靜啊，內心波瀾，但係今次呢就係異常咁煎熬，甚至乎呢係好撚劣添啊！嘣嘣嘣嘣嘣嘣切叉切嘣切叉切，嗰啲火怪個肚呢係咁脹大脹大再脹大，哇脹到個碌嘢粗度啊，唔係嗰個咁波啊，唔係嗰個，總之好撚大啦，係到咗後邊嘅時候呢，一個二個掌印、拳印、腳印，甚至乎有啲人唔知做乜突然間動搖咁有個角咁樣篤咗起身，咁但係又踢唔穿佢個肚皮喎，真係好撚韌嘅啫。入咗我個肚，你就咪使支出嚟，唔使一陣，你就會喺我個肚入邊化成血水。火怪好乸自信咁噏嘅，但係眼皮每一次咧都會跟住阿林芳嘅攻擊咧，即係眼眉條嗰種啊，似乎喺度忍緊啦，喺度自我安慰緊，喺度拋緊其他人啊。冇幾耐咧，火怪個肚裏邊嘅林芳咧停止攻擊啊嘛，火怪帶住咧好撚得戚嘅笑容，伸手用力咁拍咗下自己個肚，似乎喺度確定自己個肚裏邊嘅林芳係咪冇動靜，自己啲胃酸係咪已經消化咗佢。咁先慢慢開始放翻啲多嘅心啦。果然我係唔會輸嘅，等我吞噬你體內嘅力量，我就係黑暗世界之主。啱噏完呢句，阿火怪咧就好捻平靜，嗰個表情咧停止喺佢死前好捻嗨嘅嗰個咁嘅 moment 裏邊啊，即係嗰一下嘢咁樣啊，即係都算係話即係好開心咁樣安樂死嗰種啊，真係正常。一嘢個火怪成個身咧爆 Q 開咗，林芳咧呢個樣好咧氣咁跌咗喺地下嗰度，只不過雙眼咧哇炯炯有神咁樣啊，真係叮晒出嚟，成個電筒咁，帶住啲冷笑啊！我講過，一定係你死先嘅。響地下爬翻起身之後咧，林芳望住個身體恢復翻2分血色，開始鬆咗啖氣啦。入咗火怪個肚裏邊咧，林芳睇起身喺度掙扎，實情咧響度聚集力量，準備一擊必殺咁樣啊！咪先火怪如果真係要走佬嘅話咧，就算追得上咧，都要使好撚長時間先可以搞掂佢噶嘛。索性不如咧捲入佢肚裏邊，先插咗入去先係嘛，然之後再左撩右撩，等佢死喺自己最自信嘅能力底下。林芳唞咗2分鐘啊，調整好狀態，跟手調轉個身咁喐下個囉柚咧，就翻戰場上邊啦。家陣個張三豐咧拖住成100幾隻怪物咁啊，地下嗰度10幾隻怪物屍體啊。隨住時間推移，張三豐咧衰就肯定衰硬噶啦，不過就係遲早嘅問題。但係遲衰咧就好過早衰噶係嘛？死啦！林芳咧雙手大開咁擘6種力量咧響自己身體裏邊射晒，飛晒出嚟，響仙氣嘅引導底下咧，直巴啦咁一次個唰一聲死咗成100幾隻嗰啲100幾隻怪物，完全冇反抗冇抵抗嘅能力啊，就咁唰一聲就瓜老襯啦。張三豐見到之後鬆一啖氣啊，一啲都唔顧撚個形象咁樣，兜個囉柚坐咗喺地下嗰度，大啖，真係血晒氣咁啊！冇一啲仙風道骨嘅樣咯，睇起身真係好想揼佢嘅啫。真係攰死我啊！你再遲啲嚟啊，話唔埋就過嚟同我收屍噶啦。噏完呢句之後，張三豐擰翻轉頭望住林芳咧，繼續開聲啊。林芳，你嘅身體頂唔頂得順啊？林芳岌咗下頭啊，響仙氣嘅滋潤底下咧，佢自己嘅肉體咧得到唔少嘅提升啊，而且有仙氣嘅引導同埋壓制啊，咁啲狂暴嘅力量咧有啲疏導添，減弱咗唔少對身體嘅負擔啊。
只不過到家下為止呢，林芳都唔敢解開力量嘅封印啊，因為試過解開一啲啲之後呢，嗰種驚世嘅力量差啲搞到自己原地爆炸。家陣及時咁樣嘅有個咁嘅缺口咧，塞住佢。話唔埋咧，呢個世界咧就會同佢一齊毀滅都似啊！真係唔塞住嘅話，突然間噴出嚟，好撚恐怖噶嘛！而家仲爭兩種力量啊！阿張三豐咁講完之後咧，林芳咧岌下個頭咁跟住應佢啊！冇錯，得翻兩種力量啫。林芳咧就非常之清楚嘅，剩低嘅命運之力同法則之力咧，特別係法則之力啊，肯定係唔會咁撚簡單咧就可以得到噶啦。唉，修整咗2小時啊，真係咁唞咗2個鐘啊，即係得咗2個鐘啦吓。恢復翻仙氣之後咧，求其感應到另外2種力量咧所在嘅位置。但係就喺佢感應到嘅時候咧，哇！林芳馬上成塊面就變晒咁咁樣啊，變到好乸難睇同埋好乸劣咯，簡直係驚啊！林芳同阿張三豐對啤眼啊，從對方眼裏邊見到咧都係好乸劣同好乸驚嘅，因為佢哋感應唔到2種力量所在嘅位置啦，而感應唔到2種力量嘅位置只有一種可能性嘅啫，就係呢2種力量咧俾啲怪物 DQ 咗啦。噔一嘢，林芳面前出現創世神嘅畫面，家下個創世神呢塊面呢就窿個包青天，好冷黑咁跟住咧就黑過鑊撈咁樣，唔好睇噶嘛。喂，我估咧你哋都 feel 到啦，冇錯啊，命運之力同埋法則之力咧都俾怪物吞噬咗咯。林芳同阿張三豐咧就面色咧都好乸核突噶啦，但係心裏邊咧就有啲點講咧，捱到今時今日咁努力啦，到頭嚟最終都係咁竹籃打水一場空咁樣，你同我講，我點接受得到啊？搞咁撚多嘢得個吉，仲要唔係砂糖吉先掉咁又醃唔到鹹金吉，你玩撚我咩？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又係時候講拜拜。唔想拜拜？Eset AI MVP，Eset AI MVP，Eset AI MVP，來個咪信群嗰度睇下群裏邊有啲乜嘢可以催咖啡媽錄快啲啊！今集就講完啦，歡迎點讚、評論、訂閱、關注5粒小星星，關注咖啡媽同埋子豪哥哥還是叔叔啊！跟住落嚟，你將會收聽到嘅係由咖啡媽不喝咖啡以及子豪哥哥還是叔叔演播嘅最狂廢世奇聞琴聲精製，作者飲水醉人，第836章命運法則。創世神大人，咁仲有冇其他辦法啦？張三豐咧好乸唔甘心咁問噶，創世神呢邊咧微微擰咗下頭，冇咗9大基礎咧，世界就冇咗呢個咁嘅構造噶啦嘛，嗰啲死撚咗嗰啲咧就復活唔到噶啦，呢個世界自然咧就復活唔到啦。唔係，仲有一個辦法。聽到之後，創世神同張三豐都齊叉叉咁樣望住阿林芳啊。林芳一攤手，手裏邊咧出現呢個時空之力，係嘛？創世神張三豐馬上明白林芳嘅意思啦。哎呀，張三豐呢邊開聲啦。哦，你想將時空倒轉，翻返去之前，先將命運之力同埋法則之力搶奪？林芳好用力咁岌咗下頭，家陣咧得翻呢個符 fit 嘅啫。只不過創世神呢就好乸艱難咁擰咗下頭。喂，時空之力咧的確可以倒轉時空，等你翻返去命運之力同埋法則之力被吞噬之前。不過你要諗清楚喎，翻返去嗰陣時呢，其他嘅力量又會俾怪物吞噬嘅。仲有逆轉時空嘅代價呢，會令到世界加速崩潰。最終你可能都係做無用功㗎啫。林芳冇出聲啦，呢樣嘢確實係忽略咗係嘛？特別咧仲會加速世界崩潰嘅呢一點啊，係佢諗唔到啊。但係就點講咧？咁再咁本書講唔落去噶啦嘛。
唔通真係冇其他辦法咩？你係創世神大人，連你都冇計。張三豐死實實咁望住創世神啦，兩隻眼啊啤行晒，沖晒血嘅，怕死下一秒會崩潰添啊！創世神啊好沉默嘅，伸手摸咗下下巴喺度沉思，好撚耐先開聲啊！其實呢又唔係話一啲希望都冇嘅。呢句說話搞到阿林芳同阿張三豐呢，一時之間呢飆晒煙咁樣，哎呀，真係好想唔知點講啊，想揼 Q 佢啊！佢哋呢就唔怕艱苦，唔怕艱難嘅係嘛，就怕呢生存起身呢一啲希望都冇，最後只能夠呢，哎呀，擘大對眼等死啊！嗱，法則之力同埋規則之力呢，雖然係兩種唔同嘅力量，但係佢哋嘅本質呢，相差無幾嘅。呢一樣嘢呢，亦都係我以防萬一而做嘅設置。之但係兩種力量呢，又唔係同一個 level 嘅噃，所以想要將規則之力升級成為法則之力呢，無限接近唔可能啊！點解？既然兩種力量都係由你所創造，咁將規則之力升級，對你嚟講應該係輕而易舉至啱噶。林芳呢真係好唔明白，先會開呢個咁嘅聲嘅啫。創世神呢邊呢就好 Q 認真啊！嘿呀，如果由我出手啊，梗係醫師執啦。之但係家史啊黑暗入侵啊嘛，我都冇咗對呢個世界嘅掌控權啦，所以呢，我冇辦法插手噶，只能夠係你哋自己將規則之力升級。之但係一個二維嘅世界又點樣去理解三維世界嘅規則先？更何況而家呢，得返2日時間啫。張三豐呢塊面呢就苦瓜乾咁嘅啦，路呢就仲在身邊啊，路雖遠啊未疲倦係嘛啊，之但係呢成座大山呢咁啊真係突咗喺度啊，跨越唔到嘅，大到頂撚住天地咁啊，大山呢咁啊塞 Q 住晒，斷住晒佢哋前進嘅方向啊，一次又一次嘅希望，一次又一次嘅絕望，搞到佢哋咧心神疲憊啊，真係哎呀，好想翻屋企瞓。之但係咧咁啊，突然之間張三豐，哇，成個身震震笨笨，擘大對眼，眼神裏邊充滿住咧，哇，好不可思議咁啤行遠處嗰個地方啊，伸隻手出嚟咧，直不甩咁指住前邊啊！吓，佢竟然仲生存緊？林芳聽到之後咧，咁啊，岳高個頭望咗過去啊，有一個人呢踏住虛空而嚟啊，哇，好捻熟悉，搞到自己咧又開心又驚又喜嗰種咧，啊，開心嘅咧，喜嘅就係見到個在生嘅噃，生唞緊氣嘅人喎，啊，嚇到有啲驚嘅咧就係呢個人咧就係諸葛明啊嘛。咁啊，創世神咧運轉咗屏幕啊，望清咗踏空而嚟嘅呢個咧諸葛明啊嘛，眼神裏邊帶住3分詫異、3分驚訝、3分疑惑、1分不喜咁加埋1、2、3、4、5、6、7、8，啱啱好10啊，係嘛？畢竟家下呢個世界咧之所以變成咁樣咧，呢條咁嘅冚家祥咧佔咗10成10嘅功勞啊！如果唔係佢就冚家祥嘅話咧，呢個世界唔會變成而家咁嘅。呢條粉腸嘅諸葛明面上邊咧掛住一種咧得得戚戚嘅笑容啊，望住屏幕裏邊嘅創世神，拱咗下手咁樣行咗個禮添。諸葛明見過創世神大人。哼！創世神冷哼咗一聲咧，一啲都唔捻掩飾自己同諸葛明咧好乞人憎啊，唔係好 Q 憎佢嘅感覺咯。睇嚟命運之力咧係俾你融合咗，法則之力咧唔係都俾你融合埋啊嘛？創世神大人，命運之力確實係俾明所融合，但係法則之力就唔係我融合嘅。諸葛明揮一揮手咁樣，啊，雲霧變成命運長河，浮現一出畫卷咁樣嘅嘢，只係見到畫裏邊咧有2樣嘢，第一個係秦始皇，第二個唔知叫乜撚嘢名，之但係林芳瞪行對眼，哇，不可思議咯！係佢？呢邊啊，創世神望住畫面裏邊嘅人呢，陷入咗沉默啊，又喺度沉思緊啊！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又係時候講拜拜。唔想拜拜？Reset AI MVP， Reset AI MVP， Reset AI MVP， 來個咪信群嗰度睇下群裏邊有啲乜嘢可以催咖啡媽錄快啲啊！今集就講完啦，歡迎點讚、評論、訂閱、關注5粒小星星，關注咖啡媽。
同埋子豪哥哥還是叔叔啊！跟住落嚟，你將會收聽到嘅係由咖啡媽不喝咖啡以及子豪哥哥還是叔叔演播嘅《最狂廢世奇聞琴聲精製》，作者飲水醉人，第837章。我唔想等啦。呢個人相信創世神大人並唔陌生，如果唔係佢，人族亦都冇崛起之日。哎呀，創世神呢，噓咗好 Q 大一聲咁樣先開聲嘅。唉，成也人族，敗也人族。呢個世界因為人族而精彩，亦都因為人族而毀滅啊！而畫面裏邊呢，秦始皇家下呢個人呢，同呢天外嗰啲咩大戰啊，哎呀，咁啊雙方交鋒3日3夜都唔止啊！之但係最終呢，響對方一聲咁啊，哎呀，好撚可惜咁啊！嘆息底下呢，秦始皇變成虛無係嘛，法則之力呢，俾對方攞走咗啦。佢嘅目的究竟係咩嘢？點解要奪取法則之力嘅？林芳啊對住諸葛明咁問嘅，諸葛明啊冇答啊林芳問題嘅，只係安安靜靜望住創世神，然之後靜靜地等阿創世神呢俾答案係嘛？創世神呢兩隻眼好捻迷離嘅，開始陷入一種呢唔知乜乸嘢嘅回憶裏邊啊！佢想脫離呢個世界，去尋求更加高等嘅文明同埋維度。之但係呢個世界毀滅咗啊，佢都跟住一齊玩完噶嘛？除非佢要懟冧我，成為新嘅創世神，咁先至有丁屎咁多可能。切，之但係想懟冧我嘅話呢，就必須要擁有9大力量喎。哦，咁佢點解要等到而家？當初佢咪已經集齊晒9大力量嘅咩？諸葛明好捻唔明咁開聲問啦，但係其實心裏邊呢，有啲猜測噶啦。創世神呢邊啊苦笑咗一聲先啦。哼，佢梗係冇可能等到而家啦。當年嘅佢挑戰我，之但係俾我呢利用呢一界眾生之力啊，將佢擊敗封印。之但係加史個世界呢已經唔到我話事啦，我冇辦法調動任何力量。今鋪呢就係佢打低我嘅唯一機會啦。劈死你隻仆街冚家祥，你條粉腸蛋散啊！咁啊，蒜蓉蒸辣椒醬，天空裏邊嗰個雷咧炸響晒啊！一道一道閃電咧係咁劈落嚟，形成階梯係咪向上鋪墊咁樣樣？最終咧有咗七彩仙門，俾嗰啲雷電纏住晒，仙氣咧冚冚聲咁向外泄嘅，由內到外慢慢咁一層一層打開晒。佢嚟啦！阿諸葛明呢邊啊，岳高個頭啊，眼神裏邊第一次咧冇咗平靜，只係帶住3分恐懼、3分驚慌4分興奮咁樣樣，身體咧馬上自震，揸行晒個沙煲咁大嘅拳頭，只係見到仙界之門咧慢慢打開，有個麻甩佬動咗響七彩龍頭之上咁啊飛出係嘛？家下咧呢個人呢有2隻翼嘅，咁啊撲下撲下咁揈下對翼嘅時候咧，嗰啲風雷啊湧動係嘛？咁啊4爪啊5指啊，雙眼啊閃爍住七彩光芒，乜撚嘢嚟噶？係啊，總之前嘅右爪咧揸住一粒珠，散發住法則之力係嘛？動右喺龍頭上邊嘅男人咧，散發住嗰種孤獨、寂寞、空虛又冷嘅氣息，兩隻眼咧充滿住對一切事物嘅冷漠同埋一種冷淡係嘛？男人喺個龍頭上邊動右咕碌咁啊攞落嚟啊，飛到大家面前，好撚咁啊高斗咁樣直不甩望住阿創世神先。人祖見過創世神大人。哼！創世神呢邊呢，冷哼咗一聲，之但係咧冇辦法咁面對面前呢個人祖啊！咁鬼耐啦，你都仲係放唔低咩？阿人祖咧咁啊搖咗下頭啊，好撚堅定咁開聲啊！今次我唔會再失敗噶啦！你都戇篤篤嘅，乜都唔明。呢個世界以外嘅範圍啊，根本就唔係你可以踏足嘅。
就算你懟冧我啊，做咗創世神，亦都冇辦法窺探嘅。你做乜鬼嘢咁蒙塞噶？創世神，你都唔會明嘅啦。阿人祖擰轉頭望住阿朱國明，阿朱國明呢邊呢，馬上成身上下繃到咧實一實，咁啊行一行咁樣樣，好似見到呢啲好撚恐怖嘅嘢啊！之但係心裏邊唔知點解啊，唔敢反抗喎。你好唔錯，如果俾你1000年時間，你一定可以達到我當初嘅境界。只可惜我唔想繼續等咁耐啦。阿跟手咧，呢條人祖咧又望咗去下旁邊張三豐嗰度，岌咗下頭。你都唔錯，能夠喺仙氣絕滅嘅時期修至半仙之境。如果放喺我嗰個年代，你可能會成為我一大勁敵，或者生死之交。最後阿人祖咧望咗阿林芳一眼，冇講乜嘢，之但眼神裏邊透露住一種好撚可悲嘅感覺咁樣，最終都係擰咗下頭，將你哋嘅力量全部交出嚟啦！我唔想傷害你哋，可能喺我成為創世神之後，我會幫你哋將呢個世界恢復嘅。喂，咪鬼信佢啊！一旦我成為創世神啊，只會毀滅呢個世界，去搵離開世界嘅出路，絕對唔會浪費力量恢復呢個世界噶。創世神呢咁抹行咁插開咁啊，然之後咧就開聲打斷佢啊，係嘛？但係林芳自然咧就唔信對方講嘅嘢嘅，就算係真咁啊點啊？之但係林芳唔希望咧將啲希望放喺人哋身上邊啊嘛。林芳相信，只能夠靠自己係嘛？嗌病啊，擦氣印啊，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又係時候講拜拜。唔想拜拜？Eset AI MVP， Eset AI MVP， Eset AI MVP， 來個咪信群嗰度睇下群裏邊有啲乜嘢可以催咖啡媽錄快啲啊！今集就講完啦，歡迎點讚、評論、訂閱、關注5粒小星星，關注咖啡媽同埋子豪哥哥還是叔叔啊！